大家想唔想知道下一個 AI 風口喺邊度呢？而家最有前景嘅確定性方向之一呢，就係用 AI 做結構創新。具體點樣做呢？第一步就係先用 AI 快速咁生成大量嘅結構創意圖。第二步，分析現有嘅實用新型專利，再設計出產品嘅結構。第三步，用 3D 打印機打印出產品去驗證可行性。最後就係申請新型專利，將創意變成實實在在嘅資產。而家顯示嘅一款塑膠產品咧，結構仿真動畫就係我親手做過一個案例。講實話，而家嘅大模型仲好難做到從零到一咁樣嘅結構設計。而家出邊嘅大模型咧，只可以做一啲文本、圖片、視頻咁樣嘅非物理式設計。但係結構創新咧，比較依賴基礎嘅物理模型，只有等真正嘅物理大模型從零到一實現咗之後咧，才可以徹底咁改變工業產品嘅結構設計方式。你哋覺得物理大模型咩時候可以實現呢？評論區講一下你嘅睇法。